现代火炮依然使用拉绳发射，真的是为了保命吗？其实按照目前155毫米火炮的威力来说，如果真的发生炸膛的话，虽然拉绳的这个人很难活下来，但让他的队友们保一条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们都知道真实战场上的环境和训练时不同，可以看到美军炮兵在训练时的标准流程是先挖坑，然后把火炮支腿放进土坑中牢牢固定，接着便是将炮弹推入炮膛，再由另一名队友装填发射药。这时由于火炮长时间未发射，其膛温和膛压都不稳定，根本不知道今天炮大爷的状态怎么样，所以前3发必须采用拉绳激发的方式，这样火炮即便是被掀翻或是炸膛，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。而在俄乌战场上的炮兵就没那么多讲究了，当他们拉着火炮到达指定位置后，通常都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火力打击任务，所以那些给火炮挖坑固定等流程都是能省就省，因为开个2、3炮之后，火炮自身强大的后坐力也能把自己固定得非常牢靠。最后其实炮兵们自己也知道，只要炮弹和发射药的质量没问题，火炮炸膛这件事就几乎不会出现，所以比起炸膛，他们更怕的是被反炮兵火力打掉。